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香港。香港的地铁因为风破坏甲真热力，昨昏有13个站拢关起来，其他的站嘛拢提早到站8点就无服务，所以下班时间、下课时间是交通拍死间袂顶袂当。有学者伫怀疑讲，香港的政府亲像咧制作示威者破坏地铁，害大家生活拢无方便，要来分化百姓。今天是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之后的第一个上班上课日。那因为港铁呢已经宣布要提早在晚间8点的时候就要来关闭所有的车站服务，所以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都是提早来下班，或者是必须赶车，然后来到巴士站来排队，所以也可以看到巴士站这里的人是大排长龙的。下班的民众赶进路卡地站，要赶最后一班车。香港地铁伫咧初会除了加13个受到破坏站管线计划，其他站提早到暗时8点停止营业。让我们市民感觉是串通一起来，就是不让大家出门。也有一点点，没关系，我可以没有别的方法都可以。因为港铁关起，香港实施禁服民法了第一个上班上课日子，交通规个乱糟糟。市场顶派去的科技并无警察来指挥，港府甲交通大乱的原因怪罪伫咧地铁站和一阵乌衫人破坏。不过学者甲时事评论员是质疑，为什么被破坏迄当阵无看到警方出面阻止？暴力的行动的确有升级，这个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大家暂时也搞不清楚是哪一方面做的。有些人就形容这些都是鬼，那么到底是鬼是哪里派出来的都不知道。影片都有证据让人怀疑，破坏带头破坏也可能是警察的一些卧底。就是政府呢是希望透过记住一些不方便，来令这个香港一般的民众跟那些出来示威抗议的人分隔。有网友伫咧 FB 怀疑，一个破坏地铁站设施的乌衫人是警察，甚至还摕警用手电来照民众。就港铁是讲，经过修理加风险评估，港铁各线伫咧初9的大致上维持正常服务。为了要增加修理的时间，而且服务可能会提早结束。香港警方伫咧初备记者会公布，自6个反送中活动到即马，被逮捕的人数已经增加到2363人，其中241个人是顶礼拜六被逮捕，另外还有77人是因为顶礼拜六开始生效的禁服民法被逮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中国来设立的翁仔某走入去呆呆，破坏学生会打伫咧连农场顶头的海报。台北地检署昨昏做出原起诉，随后因着互赶出咱台湾，而且5年来袂使过来咱台湾。将说咱国内头一件因为破坏连农场互赶走的中国客。在无下虽然头互民主专军队另外解，就是7号跳飞呆呆连农场的中国游客。昨天本署依两岸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许可办法主认为他有犯罪事实，也从事许可目的的活动，废止李楠的停留许可，现经台北地检署作出缓起诉处分。本署依两岸关系条例强制李楠出境，并管制5年内不得再入境。穿乌衫裤的查甫人就是姓李的中国游客。甲伊牵手以自由行名义来台湾旅游，伫随即走入去台大航空活动中心，甲台大连农场的各种海报拢拆掉，过程拢被翕来。李楠以自由行名义来台观光，却前往台湾大学连农场撕毁看板上各式的海报，经台湾大学学生会依毁损罪向台北地检署提告。警方以现行犯逮捕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甲警方讲，本来是去台大航空内面行踅踅的，因为看到连农场一时受记者动手踢，警方依照毁损罪该移送台北地检署。昨伫新闻了，检察官做反起诉处分。移民署也随依照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8条的规定，强制出境。
限制5年内袂当过来台湾。昨以坐9点50的班机登去中国，针对第一个因为破坏力量强被限制出境加遣返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台国防工业会上，双方有针对咱台湾的国防基地交换意见。美方除了呼吁咱爱强化战力、保存战力，嘛关心台湾做兵的时间做比南韩、以色列搁较短，希望咱台湾爱思考安尼刚好。再来看联合报，咱驻日本大阪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冈分处武术国庆贺电的笑亏台，因是公布日本首相安倍贺电，啊，毋过日本政府讲伊若无。买啊，咱分处是声明讲，这毋是首相府发出来，嘛毋是安倍发出来的。啊，毋过咱驻日本代表夏中庭解说讲，虽然是安尼，毋过日本嘛无讲这张是假的。即马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爱查核清楚。继续来关心《苹果日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伫咧立法院闭巡的时，证实讲已经核定大拿部的迁村案，按算要投入1054亿来迁村，嘛是咱台湾自治史上上大的迁村案。来关心南方澳下港大桥绑去长街，顶头的弯桥今仔日要拆，会封港封规港，爱拆到10月底。港天警员徛伫完工桥顶边进行吊点和报关工，准备南方澳大桥的完工拆除前置作业。拜三早起8点时间，现场已经有750栋大型吊车抬明，将完工桥刷除，会拖吊去7号码头。检察官最在意的中间这个破坏点，就是最中间那一块，我们是第3个步骤才一起把它吊装来移植，然后呢，我们会再到对岸去，把陆地的基础的部分把它调除。所以高空的作业它不会影响航道，不会去进行航道的封闭。因应拆除作业，渔港会封港24点钟，早起8点先拆除300栋的白色完工桥，一台大型新港平台洪武1号进驻，顶边载2台750栋和650栋的吊车，负责将300栋的完工桥拆除。第2阶段会切割2边的桥面，搁深度水下船的破基骨，最后开30公尺的水道，互渔船仔伫时间期嘛当出海。因为工程不遐大，希望伫10月底会当全面拆除好势。苏花盖这个长隧道，也盖了很多大桥的这个团队进驻，来负责新桥的兴建。所以，请大家要有信心，这个是我们台湾公路总局我们最强的施工团队之一。交通部表示，未来中建的桥造价5.2亿，由苏花改团队接手中建工程。渔港周边嘛会当活化改建，大桥放1礼拜，渔船仔已经会当出港。按过未来拆除，恐惊会影响渔民出海的时间。落地的宣传车嘛来回公布，渔会表示已经甲渔民沟通协调。渔业署我们有初步的一个初稿，就是每吨880块。无这一工算是咱真济咧，船啊600-700条咧，无出港的减费爱算是偌济哩啦，有差啦，有差。会惊个后摆就来遮人会变较少。未迄个桥做好就未啊，伊共款你遮哦，所以观光地区嘛。南方澳下港大桥支持渔民的生活，嘛是连接豆腐甲重要的港道。大桥放力为当地居民带来交通不方便，在地乡亲嘛真唔甘，但是嘛期待大桥赶紧重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台湾继续受东北风的影响，另外强度风台哈吉北会直接去日本。咱来看温度，强度风台哈吉北增强的速度真紧，会直接往日本去，对咱台湾无影响。国庆连假有要去日本的乡亲一定爱细致。那今日咱台湾的天气，伫咧大台北、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外岛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低温是23度到26度，只是伫咧大台北也有宜兰，温度会小可降淡薄啊，大约是27度到28度。其他所在高温也是伫咧29度到32度左右。接下来咱来关心疾管署又搁公布新增加3例长仔病毒71型重症的病例，而且上细汉的囡仔就2岁。
当下病毒疫情更加严重，顶礼拜新增加3例当下病毒71型并发重症个案，好在在住院治疗后已经出院。特别注意的是，3个重症个案出来拢有共团兄弟姊妹或出现当下病毒症状，其中北部4岁查甫囡仔，好亲像都比读大学20岁大姐甲16岁儿子围着；中部6岁查甫囡仔被小弟仔围着，南部2岁查甫囡仔和12岁阿姐围着。因为在家里的这个接触的这个机会都比较多啊，就是而且接触的这个距离都比较近，所以在家户里面的传染的这个风险其实来的就是比在外面感染的还要来得高。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国内长病毒门诊顶都有18000外人次，比前一礼拜下降10.6%，疫情已经过高峰，毋过依然咧流行期。顶礼拜因为长病毒停办班级数都245班，今年累计长病毒71型个案有353例。是4年来降级升悬，因为长病毒71型为自2012年已经有7年无出现大流行，所以今年有较侪大细汉囡仔被围着。过去累积了很多没有得过肠病毒71型的这个大小孩跟青少年所以这一波当中，我们也是有发现有一些像国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感染到肠病毒的这样的情形。疾管署提醒，长病毒71型引起的重症恶化速度真紧，厝内底确实有囡仔围着长病毒，应该伫厝内底休困，避免甲其他囡仔接触。若是出现真爱困、意识无清楚、骹手无力等等，一定要赶紧送大病院治疗。有过这波疫情，要到10月底才脱离流行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教育局规划要伫咧学校内底设置飞行的贩卖机，会当互囡仔落饮料、落凉水来啉，毋过是引起真侪家长的不满。交易成功，请取卡。摕电子票证比者，就用买到想要啉、想要食、想要用的物件。台北市教育局规划，互智慧贩卖机进入校园。第一阶段已经有89间学校拢设好啊。不用去合作社人挤人，然后也可以不用带着很多零钱比较重。经过然后会买一下，然后就是可以更真实感觉到自己花钱的地方。智慧贩卖机会进入校园，头先是因为未少学校病人合作社进入报告这问题。107学年有校长提案，建议评估设立学生应使用数位学生证加电子票证消费。内底卖什么物件是由学校家长专家评估后决定，厂商应为远端监控，了解什么时阵补货。毋过有家长甲学者烦恼，学生可能买伤济含糖饮料，或者是使用所谓学生证引起购资外泄互厂商的问题。我们的消费是无记名的消费，绝对不会有各自外泄的疑虑。学校的校园食品咨询委员会委请董事基金会先做过一番的审核再交由学校家长会、教师会一起讨论，决定要卖什么。我们现在会草拟一个台北市政府与所有商业机关有没有订合约的时候，有关于资料的处理，我们会用专章的方式，以后就在契约的附录这样处理，这样就把大家的疑虑解决掉了。市长郭文泰强调，对持附甲民间企业的资料所有权会定专章处理。厂商是回应指出，智慧贩卖机应摕到资料只有支付方式，甲买什么物件，用悠游卡就直接扣钱，确实是信用卡是由路卡银行处理，这甲超商的消费方式同款，无法度得到学生雇资。教育局也伫15日1举办家长说明会，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凤山高中顶礼拜有一堂课，这课是伫咧人物读蛇的课程，老师有找8尾蛇来教授，其中有4尾蛇是毒蛇。因为现场的囡仔伤济，学生囡仔伤济，亲像是小 A 来 A 去，排伫头前的学生囡仔，全互毒蛇咬着。甲倒手举悬，学生行来去学校门口等救护车来，因为伊的倒手机仔伫上课的时阵，去互毒蛇骨壳回来咬着伤。顶礼拜，高雄凤山高中请学校外口的讲师来举办毒蛇认别的讲座。讲师捌事先提醒会早活蛇来，毋过无讲到内底有毒蛇。迄天上课的时阵，有92个学生，讲师甲蛇摕出来展示，毋过过程当中，那像是因为现场小 A 体，排伫头前排的这个学生，就甲手伸出去，就去互跌伫地下内底骨壳回来咬着伤。他最主要是要用那些扫把、那些竹棍子啊，保护你遇到蛇类怎么去把它做防护。他也要让孩子辨识你遇到的蛇是怎么样的蛇。学校表示，伫咧上课的时阵，展示活的蛇是老师的教学方式。若是对方认为有需要，袂拒绝，嘛袂因为安尼来禁止这种课程，毋过会来检讨。
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当然这不是任何一方希望看到的，可是也在第一时间，我们可以跟学生去示范如何做最正确的处理。以无毒的蛇，它会比较安全哈。那再来，如果真的要放毒蛇，那个是那种坚硬的蛇笼。不要是网袋式的东西哈，因为它会爬，所以它会带着它的蛇网走到其他地方去哈。学生伫咧上课时阵去用夹着伤，教师是感觉真失礼。校方嘛强调讲，即个教师免回来学校教学，袂伤过头家责备，嘛会继续来关心学生，而且加强教学环境的安全，袂互即款的状况再来发生第二届。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咧屏东的嘉东玉光国小，因规划主题课程是爱囡仔摕相片来记录故乡，嘛对相片内底来找出一寡创作的元素，设计故乡的绘本。囡仔人才发现讲，原来我的故乡这尔水。太亮了，没法小按。囡仔仔伫咧大庙头前翕相，老师伫边仔教观察大庙的建筑、厝遐建立画面，才个调整光线，为着让小朋友增加对故乡的认同。这几年，屏东、嘉东、玉光国小积极伫咧推广特色的主题课，希望透过镜头，让囡仔为家路、古迹也个庙史，超出故乡文化。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先选定。有哪些古迹？家乡人有哪些古迹？他们觉得是重点的古迹，然后会带着孩子到实地的场地去来拍摄，然后选定他们觉得是最美的角度，拍摄他们最美的角度，然后再回到教室里面，然后大家挑选照片，选定他们要的最美的照片。老师结合3C 产品加摄影美学的概念，引导学生为相片内底找创作的元素，为红仔图也个设计文创相片。我觉得这堂课非常有趣，因为可以趁这段时间发现学校还有家乡各个地方的美，然后也让我学到了要好好爱护家乡的自然景色还有古迹。掀开囡仔册，5花10色的图，有嘉东的四龟龙、龟仔，也有宝中门古迹。囡仔兄囡仔册用摄影机，也有画笔，画出因对故乡的感情，也有愿望。记者综合报道。高龄化社会是咱台湾未来的趋势。屏东县政府嘛有参考荷兰甲日本的教学观念，即马设了全国头一座湿地的友善社区。老大人家伫新围一个人行道，忝啊路边真侪店门口也有大型的影营休困。这是屏东县德田乡西西村社区空间不止加了友善老人的做法，也有专门针对湿地老人设计感应系统。屏东说那个也有感应得到。挂平安护感应卡，我进公车站牌对自动感应，或者是持一个通知下一班公车停去。老大人伫倒透过手机验定位，还佫有落地屋，因有专人陪伴老大人，和照顾人小可喘一下。除了到机构在日照中心以外，他可以走到社区里面来。那社区里面我们设计一些友善的环境，比如说有一些友善的步道。甲过去照顾据点概念无同，县府以规个社区作为优先湿地老人居住空间，全村优先店头有50间，会主动招呼上门湿地老人，是全国第一座湿地优先社区示范点。不过当地甲外地慕名来的民众，拢感觉也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应该一般的摆中那个备选店面都需要配合。他们的商家都在那边，所以老人家如果要自主去吃饭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那边的车辆流量太大。民众认同县府努力方向，希望赶紧推广到其他乡镇，让照顾人更加安心。县府也表示，除了建立硬体，让全社区拢学如何应对湿地老人，是更加重要而且困难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店头，顶下卡的天棚规片熊熊落下来，喊着停伫咧下骹6台奥多摆，2个过路人嘛险险啊互夹着。敢是去翕顶下骹，熊熊画面一阵乱；敢是去含顶下骹的天棚做伙搭去裤骹，毋那下边6台奥多摆互伊卡着，隔壁店员半暝拄则下班嘛险啊伤着。刚关好门，坐在那里，然后突然天花板掉下来。
事故地点伫高雄市中正3路一间礼品店，规片顶仔卡的天棚拢是用茶装潢的。新做的店家表示，过去捌发生过外墙壁砖落去，嘛甲厝头家反映，但是无发现讲都连天棚拢有问题。他们反映过，然后就把那个砖墙那个掉下来的部分稍微处理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就没有整理。店家无了解天棚已经用几冬，阁爱甲厝主厘清是毋是有检修记录。按过市府监管处表示，顶仔卡比较道路，由警方当作交通空间来管理。顶仔卡的天棚过去确实无人管。那现在遇到这一个太阳是比较特别，但是现在如果说不可考，当然我们就回归到找管委会来要求啊。事故了后，市政府认为会当根据大楼管理办法，要求管委会定期检修。若是透天厝，嘛会宣导徛家爱注意，以免造成意外，担负法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双龙七彩吊桥想要拼明年元旦对外开放，县政府讲这是咱全台湾上长上深的吊桥。也毋过嘛有人在问讲，全台湾的吊桥遮尔济，民众敢阁有兴趣？南投县政府投入6000多万，要拼明年元旦，佮开放一座天空步道，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全长342公尺，410个楼梯式的桥面设计，桥卡深110公尺。南投县政府对伊的观光效益真有信心。3000人的这样一个数量哦，那在开放的前2年应该都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数量哦，所以建设成本我们预计呢在1年内就可以回收。台湾天地步道协会指出，这座双龙七彩吊桥后续维护成本悬，佮加上到景点爱靠交通转接，确实无社区的价值，只有短期的效益。后续检测维修，南投县政府它的财政有没有办法来负担这个事情？当地的生态旅游解说的机能去结合在一起，如果这第3件事没有做到的话，其实这个稀客是短期效果。南投县有全台上济天空步道，南投市高探井天空之桥、中寮乡龙凤水墙空中步道、德山镇天梯、仁爱乡清境高空景观步道、信义乡平内琉璃公之桥等5座，甲被员工开放的第6座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县府指出，都算部分景点退休，清境高空景观步道、德山天梯甲高探井、美秀天梯等天空步道拢经回收成本。按过中寮乡公所所管的龙凤水墙天空步道，无算起的成本，4年总营收2700万，总支出加上因素成本是了钱，所以今年10月了后无限期休困。公民团体指出，这座天空步道应创造的热度可能只有几年，按过伊可能爱存在40-50年。南投县政府想要就天空步道创造财富的同时，阁会想到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2009年诺贝尔和物理奖，这奖是甲分做2半，一半是颁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皮博斯，另外一半是由瑞典日内瓦大学的2个教授摕到。这摆的物理奖分做2半，一半是予加拿大、美国的物理学家甲理论宇宙学家皮博斯，表扬伊发现物理宇宙学的理论；另外一半是颁予瑞士的天文学家梅尔甲奎洛兹，表扬因伫咧太阳系外口搁发现实验新的行星。那大家焦点是诺贝尔和平奖，上届热门的人选是16岁瑞典的查某囡仔桑伯格，也毋过伊遮尔少年，敢会堪之承受媒体关心，也佫有一寡压力，即嘛引起外界讨论。就是这伫联合国气候峰会场外的变面，目睭一直引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和今年3届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瑞典16岁环保少女桑伯格，名声规拢响起来。伊伫峰会演讲，有时啊激动到要流目屎，有当时啊是气噗噗，吸引媒体注意。Entire ecosystems are collapsing. We are in the beginning of a mass extinction, and all you can talk about is money and fairy tales of eternal economic growth. How dare you!去年8月，桑伯格伫咧瑞典国会头前静坐示威，呼吁政府更加积极应应气候变迁。由于一个人所发动的8599气候运动，伫1年内也得到全世界上千上万的少年人响应。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we have decided which path we want to take. And now we are waiting for the others to follow our example. 三伯哥唔但是讲，也实际做，为了要阻止软化危机，带头无坐飞机来减少碳卡量。为了要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伊坐太空人航船自英国开2礼拜才到美国纽约。伊发挥的影响力，唔但是登上2019年世界杂志100大人物榜。伫最近也阁举办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的正确生活方式奖。有人也认为伊会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跑步进前，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17岁得奖的纪录，将在史上上少年的和平奖得主。It's certainly not impossible.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why she should be considered, climate change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pressing issues of our time, and also because there is a certain history and certain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crises in the past. 验过三伯格是毋是人得奖，也阁有变数。专家认为伊的年纪会是考虑的重点之一，因为委员会就要考虑三伯格深受发达承受和平奖所带来负担，也阁社会大众更加详细检视。虽然美国前副总统戈尼捌伫2007年以气候变迁的议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学界对气候的议题甲和平的关联性依然有真侪争议。除了三伯格以外，今年也有其他竞争者，包括甲厄立垂亚达成和平协议的伊索比亚总理阿比阿迈德，也有全力伫咧守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等组织。另外，已经2遍提过和平奖的联合国难民署，也伫热门名单内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篮球 NBA Houston 火箭这一队的总经理莫雷，伊讲伊支持香港反送中，这是引起中国人的不满。美国真侪政治家即嘛拢认为 NBA 敢若要紧中国的市场，互正人在骂莫雷，互人真失望。也毋过 NBA 主席已经讲 NBA 支持莫雷，嘛支持言论自由。报道。美国有一个查某基友，伊常常伫咧推特顶头抢红，因为伊定伫咧地铁站内底唱歌曲，而且歌声真好听。最近，互一个警察翕落来了后，藏起伫网络顶悬。毋过，大家嘛真好嫌，伊的歌声遮尔水，乃困伫咧街路。伫洛杉矶无人的地铁月台顶，52岁女歌友艾米丽。带着伊所有家伙，唱着意大利歌剧的名曲。顺路警察听到伊歌唱啊遮尔好，偷偷甲伊落来铺上榜。无像讲啥规个唱红，点阅率伫咧几工内就冲到80万人次。有先进人士要甲伊斗3工，有人愿意提供大个所在，也有人替伊发动募款。You know, if it's God's will for my life to change, then I will praise Him. And I will be so grateful to anyone who is trying to help me to get off of the streets. 歌声遮尔好的艾米丽，为什么变做歌友呢？原来伊是学音乐的。1992年24岁时阵，自俄罗斯到洛杉矶要发展，伊唱歌加由麦亚练表演，也教人钢琴。不过3年前，伊的麦亚练被淘汰，人搁叛变，人生就变做黑白。They stole my violin when I was playing in downtown, and that's when all the problems started. 四过流浪的艾米丽，正爱伫咧地铁站的月台顶唱歌。伊讲伫咧遐，感觉就敢若伫咧舞台顶共款。即马替伊募的款项已经超过10万美金。伊希望会当搁再买一支麦亚练，继续伊的音乐表演。伊也接受邀请，伫社区团体办的活动演唱。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俄罗斯两国之间对北方四岛也有主权的争议，也毋过日本甲俄罗斯即马嘛按算要合作。这个月初到因就带一团旅行团去做实验，带引起北方四岛的观光景点浸温泉。纽西兰为着要纪念库克船长登陆纽西兰250周年，当年库克船长坐的混进号，因即马个定做一只。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库克船长伫250年前，坐奋进号这船踏去伫纽西兰的土地，拍开英国殖民纽西兰的历史。纽西兰政府伫车北举办纪念活动，一只奋进号的复制品驶入去吉斯本，但是引来150多位民众抗议，因为当年库克一去到纽西兰，就杀死过南亚原住民毛利人。 It'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us to come and just remember the whole story of what happened and acknowledge that. And so really that's what I wanted to just be part of the karakia and that this morning. 这几年对库克船长的评价真两面，有人看作是开拓英雄，也有人认为伊是杀人凶手。1769年，库克的团队去到纽西兰，团队烦恼毛利人身躯顶的武器会造成因性命威胁，无等牧师来调停，就举请大使，包括重要领导在内的9位毛利人。 Well, since the landing of white men, there's been nothing but distrust, dishonesty, killing, murderous, you name it. We've done it 250 years later, and here we still are to this day. 英国驻纽西兰外交官克拉克前几天嘛出席毛利人的纪念活动，对这段历史表达遗憾。 Encounters between Maori and Europeans who knew nothing of each other's language, culture, and practices. It is deeply sad that the first encounter happened in the way that it did. And to you,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killed, I offer my every sympathy. For I understand that the pain does not diminish with time.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并无对这段往事正式回释咧。克拉克阁强调，家己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唔是英国女皇。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政治。咱的政府讲，台美的关系是40年来上好的。随后，台北市长郭文哲口说讲，两间的关系是30年来上歹的。总统蔡英文昨昏有回应，伊是应讲两间的关系无好歹的问题，只有咱国家利益的问题。 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玉山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成效真好，观光产业部分去年旅客破纪录，创500万人次，也特别强调，台湾企业贸易量伫过去3年超过100亿美金，是东南亚第一，对区域稳定有真大帮助，无应该被政治压迫。 China's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 have done nothing but hinder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countries have shown time and again that it is willing to stand beside Taiwan. 对两岸关系被关系考试，目前是30年来上歹。蔡总统强调，两岸关系无好坏问题，只有台湾利益的问题。在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不挑衅、不冒进。 但是我们坚守我们国家的立场，倒是中国的以这个大陆观光客作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手段。另外，民进党专业兵选战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甲党副秘书长林慧环10月中会分别到美国替川文参加海外侨胞助选，党主席杜荣泰强调，竞选活动大家拢爱参加。回国之后，就整个竞选团队。 希望请赖院长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都要请他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从长的记忆。但是，就诚如蔡总统所说的，这一场竞选的活动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席，也包括赖院长在内。创乐会是不是会伫赖清德回国后正式出来引起关心？杜荣泰强调，总统离位认真就是民进党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最近的民调直落，伊敢无要请假去拼选总统，伊是拢无正面的回应。颠倒伊想讲，伊要拼高雄市政，昨昏伊早起就去拼治安，下晡拼经济。 青水美路干的骨带，高雄市长韩国瑜准时伫下晡2点半出现伫贵宾室，接见就要伫高雄投资60亿起饭店和主体的日商。这个会面已精准掌握时间，名片嘛随身查哩，敢若惊阁互人做文章。好多的工商考察团，大概最起码超过200个团以上，都来高雄考察过。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多，因为高雄的潜力，整个南台湾的潜力已经开始慢慢释放出来了。 都发局表示，日商伫韩国瑜上任决定要投资，明显看好高雄的未来发展。定调市政就是选举政见的韩国瑜，最近未少民调拢下降，敢若为着要提出好的成绩，改变局势，伊拍拼冲市政，再去先带队拆除苏昌寮违建，展现重视治安的态度。下晡阁和日商见面拍经济牌。
这次选举拼线嘛是爱回归参选人的身份拼选举，韩国就暗算暗示要来台北，和党主席吴敦义共台参与工商界协员会。这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再次强调，敢若会伫咧台卡帮韩国瑜加油，白做伊的副手。佮有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要接当地竞选总部主委的关卡，考验不断，拢互韩国瑜的总统路变甲真辛苦。记者综合报道。瓜分地的民众党伫面册顶头，才打一寡在后面的相片，讲要支持香港。也毋过台北市长瓜文哲煞随讲，伊毋知影香港人为虾米要挂喙罨，互人啥拢无，伊在想啥。我是不晓得香港人为什么要戴口罩。不过在台湾哦，戴口罩最大的理由是怕被口水喷到。6号出席的金武奖典礼，台北市长柯文哲致辞的时阵，讲香港人戴嘴罨，互网友质疑，明明民众党5号才打出封面的相片，小挺香港，互柯文哲赶紧澄清，麻烦给立行选举带方向。香港为什么戴口罩？是大家晓得，就是怕被秋后算账嘛。我再看一下说，在我们台北戴口罩常常是怕被口水喷到，就这样嘛。选举到了，你知道哈，那这种带风向的哈，我们不喜欢目前这种台湾的政治氛围。柯文哲才对为新北蔡壁如转发蔡总统论文的连结争议，爱大家看看笑笑就好。安哥马上就互真无聊，今摆是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考试，因为当年柯文哲面对 MG149案件，敢若毋是笑笑就好。MG149嘛，2018年的葛特曼事件嘛，反正这都是见证当年蓝绿操纵媒体带风向、制造文字狱的好笑的东西传去，这也是常有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有需要去上《自由时报》头版嘛？这实在是，然后有需要还劳动总统府发言出来发言，那这个太辛苦了吧？另外，台北市国庆升旗典礼，柯文哲已经邀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加，毋过郭科王大联名，却跟他闹交，王金平无邀请，嘛引起外界的质疑。柯文哲今仔日是4两8千斤，轻松化解。所以你是已经放生王院长？不要，我先讲，这个我们都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就这样。记者综合报道。第5放送头，咱来去云林。云林的国际舞戏节已经正式开始，连续6天拢有精彩的布袋戏表演。今年有42间学校、3个社区、3个协会，拢总48团的布袋戏班要来搬布袋戏，因要拼输赢、摕奖金，嘛要互咱台湾的文化传落去。用布袋戏搬传统教案客家故事，这阵云林理论国小的学生囡仔，大家拢认真表演。有人负责念客语口碑，有人负责人，这拢是平常时练习几若摆，才有才调上台表演。如果你没有同心协力的话，这个就不会演得这么好。53%的学校都有这个课程，那21%的学校呢，一直延续的这10年一直延续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教学，所以呢，对于整个布袋戏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教育的课程部分呢，是不断的在扩大。云林县文化处表示，布袋戏是上重要的地方特色，为着让布袋戏定根，对学生囡仔细汉就开始培养。目前，规云林有超过50间学校有布袋戏社团，趁这摆舞戏节发表成果。另外，有新兴障碍者重建协会，把亲身发生的车祸故事改编做布袋戏，希望大家会当关心。就是希望那个肇事者有同情心和爱心，然后要去更关心的人。这就是借由戏剧，让这些弱势团体、有自闭症的身心障碍者，让他们借由布袋戏一个桥梁走出来。今年国际舞戏节对初八开始，连续办6天，6天拢有大师级的布袋戏出通看。嘛希望透过学校、社团的布袋戏成果发表，扮演在地故事、亲身经历，继续推广布袋戏，予伊定根。记者综合报道。正港 MIT， 这是咱台湾设计台湾做的呢，敢若摕到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而且设计的是新竹市政府甲一个做人老母的设计师因做伙合作的。新竹市政府嘛，将呢敢若变做礼盒，送予打造爸母的市府的员工。
牛皮纸鸭肉面顶的图样真古锥，拍开看，原来是红鸭仔食零咧用的牛鳞干仔。干仔面顶的图样，大支拢无相像，面顶拢是新竹在地特色和特产。这组礼盒和8600外件作品竞争，得到今年德国红点设计奖。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这一个奶瓶组，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贴心，因为我们把新竹在地的元素都放进去了哦。设计师带入了我们的市鸟、喜鹊，带入了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花生酱，好有花生。那当然，我们的贡丸也在里面。这组特别的牛鳞干仔是新竹市政府和妈妈设计师马诗文合作，特别用来送予市府的员工，庆祝因的囡仔满月礼盒。这干仔是用新竹市在地所生产的玻璃，是市场面顶和你看到的一体成型无夹碰的高品贵玻璃，唔但会抗得高温，而且无塑化剂。他们是特别找台湾厂商、台湾玻璃一起做一个很安全的玻璃奶瓶的设计，这样子就是使用的机能非常好用。然后玻璃瓶子的话，它在消毒上面可以消毒得很干净，它很适合1岁之前的宝宝使用，就是特别是爸爸妈妈手拿瓶喂的状况这样子。乌鱼子和起饼当咧拍日，新竹市市鸟、客鸟抱红的啊，这拢是牛鳞干仔面顶古锥的图样。这种安全又阁方便的牛鳞干仔，内底有对红鸭仔上深的祝福，期待红鸭仔一枚大一寸，大汉了后，甲新竹世界拢酸透透。记者综合报道。做资源回收，毋但会当保护地球，嘛会使趁一寡所费。也毋过伫咧南投的新奇乡，却因为爱搬山过岭，回收的厂商拢无爱来收，公所的清洁队即马嘛无所在讨顿，所以只好甲回收当作粪扫。纸鸭肉、塑胶鸭肉，也阁有纸箱啊等等，民众拢已经分类好势啊。新义乡公所的清洁队只会当继续向顶悬踏去，因为即阵无资源回收的厂商愿意走一段路遮尔远来接收卖无几块银的回收物。我们没有回收商来收起这些东西，因为在回收商来讲，这些都是不具价值的物品。然后我们新义乡清洁队的场地有限，无法有效的做一些囤积。这该当回收的粪扫，因为无人收走，清洁人员只好无奈甲全部当作是一般粪扫来处理。这也好做回收救地球的口号，真做是一个笑话。推广大家就爱做环保的相关单位，感觉真困扰。对于我们教育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说那是回收的部分，可是在我们的清洁队这边的话，就是跟我们讲，这个就是一般垃圾。那对于我们跟小朋友在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点不同调。会来跟公所还有找我们当地的这个回收商来就是一起再讨论看问题出在哪里尽量来协助公所这边的一个纸容器的回收这个部分。该当回收的物品，尤其是塑胶类，若是无照正常的方式来处理，直接含一般粪扫做回收，排出来的氯气，毋但会损害焚化炉的零件，对人民的健康也可能造成危害。即阵除了望环保局甲镇公所会使斗协调回收的厂商来将因收走，也希望会使为源头减用塑胶，才有可能真正治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友善环境，金门的农民在半冬前开始做互鸟仔会当休困的架仔。经过半冬，因头一摆发现乌色的麻叶，嘛看到乌色麻叶伫咧掠鸟鼠，互农民会使减用一寡农药，有影一减二顾。乌色麻叶徛咧互鸟仔休困的竹篙顶悬，一双目睭大大蕊咧青镜头，看起来真古锥。无偌久，伊就开始食单掠到鸟鼠。自从金门4月说互鸟仔休困的竹篙了后，这是头一摆发现乌色麻叶的形影。这个消息，互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团体相当的欢喜。在哪里发现？这个的话是在我们金沙溪那边发现的。自从今年6月我们开始架了之后，然后目前到现在才终于发现黑翅鸢的出现。估计应该是因为秋天准备要过境了。金门当地风真透，若是互鸟仔休困的竹篙伤悬，风吹的摇落，鸟仔就袂来使用。伤低如果失去拍蜡的功能，协会经过试验改良，总算等到第一只乌色麻叶。
未来来当伫金门的高粱产采得高，由乌石白叶到国产掠鸟市，农民就当减少鸟饲药的使用，营造友善农地环境。拍到这个，我们当然之后希望就是因为代表黑市院是去使用它的，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跟金门在地的农民呢一起去推广，就是在高粱田附近啊，可以去架这种黑刺院气架，然后让黑刺院来帮忙抓老鼠，然后一起就是守护金门的高粱田这样子。因过金门定当看到乌石白叶，不过鸟友表示，这几档是哪来哪少看啊。目前金门说4季互鸟啊休困的得高，头一摆录到乌石白叶，团队是相当的欢喜。不过，这只乌石白叶是像天底期的过境，也是会当真正是高粱产长期的守卫，有缘爱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关的菱角鸟20年前只有50只，不过增加到今近已经有1000多只。台南的农业局嘛希望种菱角的农民会使友善种植，让菱角鸟继续增加。关键地区的菱角农一透早就伫田内面来巡视，因为自从8年前开始友善耕作了后，伊的田内面嘛加了真侪生物，当中就包含台南市努力保育的菱角鸟。第一受益的喜欢农民家己，因为我免喷农药，我免互农药安尼残害，嘿，最直接受益的是农民，不止保护了水雉鸟，也保护了其他的生物。这几年来，经过菱角鸟教育园区的宣导，真侪农民是慢慢改变耕作的方式，才互菱角鸟的数量慢慢增加。累计目前已经有破1000只，不过小港还有一寡农民小港是维持惯性的耕作方式。有一些观念可能已经根深蒂固，可能跟他们推广一些有关于比较友善耕种的方式，或者是介绍友善耕种的农夫给他们认识。那希望透过这种比较间接的方式，可以去慢慢的改善这样子的水质可能中毒的问题。园方是表示，菱角鸟常惊农药，环境受到污染。不过，保育友善，嘛代表环境是安全。加上菱角鸟甲菱角是真有关系，因此台南市农业局嘛将会推出菱角鸟菱角在地品牌，除了协助农民行销农产，嘛盼望提升农友友善耕作的意愿。我们希望在这个观点地区除了在生态保育的成果能够让全国的消费者知道以外，我们也能够把当地，譬如说菱角，还有一些稻米。台南市农业局讲，目前关键地区的农产销售，除了有历史标章农产品之外，未来嘛将会推出实地标章，将来嘛将会辅导农民来申请协助品牌的行销。除此之外，对生态环境以及菱角鸟保育嘛有正面的提升。记者吴正云台报道。今年1摆的花莲塔鲁阁国家公园溪谷音乐节，伫这个月底10月26要举行。今年特别安排古典音乐甲现代的 Jazz 音乐斗做伙，也有上界重要的原住民传统音乐甲跳舞，真精彩哦！带乡亲先来品尝。伫咧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提琴演奏之下，2019年太鲁阁结果音乐节开始到达时间，会当伫咧国家公园听到这歌真好听的音乐，是一件真享受的代志。这民众拢真期待，听起来就心里就蛮雄伟的，那个声音很高亢。让我们听起来就是在这个山谷之中享受这个音乐是非常的棒。甲音乐无同，今年除了管弦乐的演奏以外，佮特别邀请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的舞团来演出传统音乐甲舞蹈。强调讲，户外表演无限制任何的形式，上重要的是会当伫太鲁阁国家公园内底享受各种文化。以多元的其他文化，包含历年的闽南啦、客家啦、交响乐啦，或今年特别有爵士乐来担纲演出。以各种不同的在地的文化，或是各种的多数的音乐的元素来展出。太原处强调讲，结果音乐节是安怎会办伫咧11月份，目的就是希望讲会当伫花莲观光小月时阵，到3天城更较侪旅客来，而且已经办18年啊。音乐节伫国内外已经真有名。太平洋那个中央山脉，我们就在一个回荡的一个圈里面，所以再也没有像其他地方可以办国家公园的音乐这么好的。为着避免交通的塌掉咧，太原处规定，伫迄天早起8点到下晡6点，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车入来，建议民众会当去新社会车头坐免费的接驳车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金门，传统的印象就是高粱酒、红西爷，也是军事留落来的婚嫁。最近这几冬，当地少年家用少年人的方式，因要改变因的故乡。因暗咱对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的脚步，做伙来去金门一抓，来感受当地改变的金门。这是823炮战的时候，我们爬到的弹孔。带囡仔熟悉社区的故事，希望自细汉就囡仔了解家己的故乡。24岁陈家雄大学毕业了，就留伫咧小金门，以用家己的方式要改造者，将文化导览、社区营造甲服务，拢是要互家乡新信仰的方式。这些导览部分，我们希望让它变成小朋友他们日常中的生活，对，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学习到了、领悟到、理解到。除了陈家雄，也有更加侪在地少年人有共款的理念，像保留传统过去的炮台文化加记录调查，拢是因关心的重点。其实，在所在的这个历史真高，唔是讲咱讲民国对一年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尔，这历史的这深厚的这个所在，你爱用生活去体验、去感觉。来啊，咱来啊，来看招，这就是好。民宿业者林富兴普通时也个检做导游，伊讲金门丰富海花生态并无说，积极推广生态导览，互游客除了参观古迹以外，也有新的体验。小琉球有看人带潮间带的旅游，不过我感觉因的生态其实甲湾礁比，湾礁嘛较物件嘛较多，然后看的物件嘛较无同。虽然这挂理想也有一段路爱行。不过金门这座古城，因为因的努力，开始注入新的活水，互更加侪人用无同角度来熟悉金门，也替未来要伫故乡打拼的少年人拍一挂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日各地温度。咱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3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